有人讲妈祖婆是台湾人信仰当中的妈妈，这台湾的艺术家透过绘本出大架城，用台中大家在地人的角度呢，把伊所看到的信众、火车艺术、甲沿路的点心档拢甲画落来。作者表示讲，来参与民俗活动的人，伫照景的对象当中，拢有家己的舞台、家人生故事，这就是上界吸引人的所在。这个拜妈祖的人，伫百几年来的旧历3月，为着要甲伊做生日。来到大甲旧娃做伙，因光新桥国行到新港去进香。绘本作者宝宝是家己配音，在讲家己自细汉在大甲镇南宫边仔大汉的故事。绘本名就号做出大甲城，所有伫咧大甲嘛绕境过程中，通看到的顶头火车价格，也有沿路的点心档，拢互作者画落来。伊讲伫这本册内底，伊虽然无画着妈祖，不过所有参与这个民俗活动的人，拢因为妈祖有属于家己的舞台甲人生故事，伊认为这才是上吸引人的。火车啊，足侪艺术。你会使想讲，若是一个意大利的人来看，伊迄基督教的，伊感觉就是像讲伊圣约翰还是啥物耶稣还是玛利亚，拢总你甲做一个像啊，全插伫面顶会旋转的呢。我伫咧这个构图内底，我全甲变做一个那百科全书，哦，就是遮侪车哦啊摆落去，敢若咧看一个奇怪物件的图鉴的迄款感觉。作者表示，会有这个绘本，是因为伊在英国留学的时，互伊深入思考家己是虾米人，佮有家己和故乡的关系。回来台湾以后，2014年甲完整的绘本完成。作品经过10年，作者嘛因为绘本和剧场的工课，这2年接触到台语的文字，互伊想到当初在创作的时，头壳内想到回忆和对话，其实拢是台语。后来在今年4月重新推出台文版。迄思考的时阵，拢是台语出来。我遐囡仔看。大家拢用台语，台湾人算讲有一个文字，其实迄个感觉是足感动的。嘛，原来我所讲的这个声音，若写出来是安尼，其实迄个感动是足歹形容的啦。透过这本出大架城，作者表示，希望透过在地人的角度，甲台湾的文化，佮对这块土地的感情，用生活的景致，为互台湾人了解，嘛甲台语的水透过有声的版本分享予愈侪人。记者卢尚珠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